劲越来越大了。谁这么高？我的事儿少管。你就要管？我们已经分手，3年前就分了。我没同意。分手只需要告知，用不着你同意。再说了，你公开。原来之前没有公开，是想白摔我。是的，是的，可是跟谁吃亏似的。你既然不吃亏，再摔一个。现在都什么朝代了，还这么玩不起呢？钱难有。也是现在1400万呢，宝宝，怎么支付啊？宝宝，反正你缺钱，金谁不是金呢？金我，我有钱，笑有没有？不要你。那你亲嘴。学会了。爸爸，跟他分手。当西门带少爷这么念不经，连自己亲侄子的钱都没有。挺刺激的，为什么？你怕？爸，跟我复合。别忘了，我现在是你侄子的女朋友。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想弄死他。你爱弄死谁弄死谁，别影响我跟傅家的合作就行。合作？我就知道你看不上那废物，你还是爱我的。那挖他墙角的你，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宝宝，我一向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是你的。Click the link below to watch more episodes.